龙骨是花园城秘宝，可治百病，仅此一根。韩硕入赘花园的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得到龙骨。为达目的，他暗中设计了一场英雄救美，想与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一见钟情，再利用他骗取龙骨。你是何人？玄虎城少城主韩硕。啊，你就是那个来我们花园城入赘的韩硕。小模样长得也挺标致。把它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三公主，此人婚妹是要经过城主亲自下令的，当街强抢，与理不合，你这城主知道了，自要没有我陈芊芊要不来的东西。三公主，不就是玄武城少城主吗？我这就向母亲请令与他成亲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大婚。敢问姑娘是？花园城三公主陈芊芊。少君呐，你是不是又发作了？快把药吃了吧。你怎么了？等会儿，慢点吃。我自幼心疾缠身，不时发作。大夫断言我20岁就会撒手人寰。少君怕是无福消受你的青睐了，还请三公主收回成命，事关2城联姻，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快病死了！既然如此，那不还趁人活着赶紧送入我府中？慢着！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甜不甜的啃一口不就知道了，用不着你说。到了驿站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迎娶大婚，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历经磨难，终于登上城主之位。陈楚楚继任大典上，天降祥日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，异彩漫天。好困啊！当编剧可真难。写完稿子就是睡得踏实。这个梦好眼熟啊！我写的。我卡在自己写的剧本里了。
我的剧本里，故事发生在一个女人当家做主的花园城。在这里，女人天生金贵，而男人地位卑劣，普通人家得一女，如获至宝。生了！啊，女孩，又是个男孩。你这个废物！你这是要抢我们家的后！